咪问题，一只美国客长，能客长，飞咩话？汉语名的当中能客长，飞咩话？前女以前来耶稣，追卡贝那欧盟，前女以前来耶稣 追卡贝龙那欧卡贝那欧盟正面海港耶稣呢眼标呢海港耶稣眼标呢前女以前来耶稣讲耶稣追卡贝拉翁蒙加白龙镇庄面海港耶稣眼标呢前女以前就是几天以前2、3天20几天就是几天以前来耶稣追又转到这个卡贝拉翁加白龙镇蒙就镇庄面海港听说海港耶稣眼标呢在家标就是房子在家就是宝字前女以前来耶稣追卡贝拉翁蒙庄面海港耶稣眼标呢耶稣他在家里要主就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主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啦啦